我發覺咧，不論喺乜嘢季節都好，香港嘅朋友咧都好中意飲凍飲嘅喎。所以今集我就講下冷泡茶嘅知識。沖泡冷泡茶會減低咗咖啡因同埋茶多酚喺茶葉裏邊釋放出嚟，導致茶湯裏邊呢一啲成分都會相對少。因此咧，冷泡茶就會比較清爽啲啦，啲味道。另外咧，茶裏邊嘅苦澀味都會較少。沖泡冷泡茶咧，我都會建議咧，會攞暖水或者熱水將茶葉進行溫潤泡，即係洗茶呢一個過程，令到茶葉受咗水之後鬆開，更加容易釋放滋味。之後咧，再用室溫水將茶葉浸泡4個鐘頭，或者咧放落雪櫃放8至10個小時，令冷泡茶嘅滋味更加豐富。但係如果你問我中意用熱水沖泡茶葉定係飲冷泡茶，我當然咧會喜歡用熱水沖泡嘅茶啦。因為咧用熱水沖泡茶葉，茶葉裏邊咧比較多嘅內含成分容易釋放出嚟，增加茶湯嘅層次，以及咧通過熱水沖茶咧，茶嘅香氣咧會更加馥郁一啲喎。再加上咧飲熱茶咧比飲冷泡茶可以幫助身體散熱。同時間茶葉通過熱水沖泡，裏邊更多嘅抗氧化成分能夠釋放到出嚟，有利我哋攝取茶裏邊更加多嘅營養成分。而且咧用熱水沖茶可以完整沖泡到茶嘅香氣。茶嘅香氣咧有助我哋放鬆心情，舒緩焦慮嘅情緒，同時間咧可以幫助我哋舒緩鼻敏感嘅問題添喎。古書裏邊都有提到飲凍茶會積痰。經常飲冷泡茶其實對身體健康長遠都不利。喺《本草求真》裏邊就講啦，茶但熱服且宜，冷服聚痰。由於茶嘅本質咧就係偏寒性，如果用冷水泡茶就會寒上加寒啦。如果體質咧比較虛寒嘅朋友咧，經常飲冷泡茶更加會影響自己身體嘅免疫力添。建議咧飲冷泡茶都要適可而止。但係偶爾俾自己生活多一啲變化同樂趣，飲茶都係一件輕鬆順心嘅樂事。期待大家都能夠揾到適合自己體質嘅一杯茶。